我从小是离开了峨眉去读书啦，是退休咧，是转来了了到峨眉，看到了老太白冇穷样，所以我是这想法，我想我来打造一个家园，因为因老年人口化越来越多啊，所以讲呢是建立一家按老人日托中心，服务老人家，过了是来发展一个产业，还把有收入以后呢，后生人仲要如何转来啦？哦，一30歲人轉嚟峨眉，喺我頭嗰啲也喺台北打拼，跟住看到個成法，老我嘅想法冇同樣啦。我下希望去下快樂嘅成法，讓我創造一隻機會俾下台人轉來，農村人唔會行路冇後生嘅轉來。所以我堅持做我有機農業是講，為到下台鋪路啊呢。春意水讲人言，江浙调重现。春风过去抢命多，后梅爱哭谷一天。日下小满雨下仙，梦中对风思念。西瓜清甜，风里风。太初本业苦渐渐，日久处处甜归烟，年年人团圆。日冬小雪18年，四季轮回又一年。今日来到峨眉夜头尾嘅夜头安靜嘅風景，本人家有一種來到世外桃源嘅感覺。其實呢，到峨眉夜頭尾嘅模糊蛋沙區，有一群好朋友，夜頭就係用腳底下夜頭天生天養嘅土地，我來當3萬嘅時間，留太自然鄉村嘅滋味。今日就聽到民俗，鄉下透過料理，尋找對夜頭土地最純嘅本質，留感通。來哩。峨眉同甘嘅故鄉，出生嘅都係一級產業。按多年來，老大部分嘅種下供養，都到嘅人口外流、老化嘅現象，認真採地聯合組成嘅五福淡協會，想要強減野味嘅居民嘅向心力，解決野道沙皮問題。聽講野道有一個當然道嘅代言人，也下就等等眼，搶下來嚟拜訪佢了。嗨，王太公。哦，你好，民主你好，總算來到夜頭尾嘅五福蛋咖啡，因為來就感覺夜頭尾嘅空氣本來吃到，真嘅，冬天哈，福蛋已經冰到路風冇帶上來咧啊！聽講夜頭尾有一個代言人董有名誒，係你吼？不是我，唔係你啊？哦，第一集，有可能你後部啲哈，你係你五福丹社區的代言人。哎，你好，你好。哎，可是剛剛啊發現到，人家代言人很稱職哦。對頭呢，吼，他家發布，啊，這個是稻穗，哈，菜瓜布、橄欖，也是我們種的啊。全部都係你夜頭尾種誒。對。哎呀，給了夜頭尾誒。哎，你要給代言你東方美人茶是我們的特產嘛。哦，果然是柳丁啊，我們的有機稻米啊，還有這個桶柑啊等等的。嗰時夜頭桶柑，咩係夜頭尾種？這是我們現在社區裡面的產業。因為啊，規路啊來時節，規路嘅全部樣黏黏黃黃嘅，黏黃色嘅這個柑誒，睇出來啊。原來最模糊但係就會記，對不對？這是我們的代言人，最佳稱職的代言人。最佳代言人。今日有人豪華來認識夜頭尾嘅協會嘅運作啊，係想講，即係拜託等下來認識一下冇？好。
王素英太哥元旦做天子产业，退休过後轉到家鄉經營傳統，有一群想法共樣嘅朋友成立了五福談協會，來推廣沙耆樂法，用生態、生產、生法做主要理念。太過堅持冇破壞元旦嘅地貌原則，盡量保持貼近自然環境嘅家園，實現自家愛喺啲山拿地圖嘅夢想。好，明珠，我們的菜園到了。等一下，太狗要芽菜耶！嘿，有看到菜嗎？不是啊，你的菜为什么这些是杂草帮啊？哎，因为我们是用草生栽培的方式来种菜，是有机无毒的臭菜穷哈上，可是你看啊，会不会这个就更夸张了？看不到菜草啊，嘿，有杂草比较多啦。真的？啊，你们种的都有生吗？这个葱是才是中爱些啦。对啊，我天哪！等一下，你现在为了长了个菜，可是这个全部本虫的色体嘞。等下按照古药菜啦，你香港讲古药菜，等下葱是一般以上，中广还是any 些嘛？等一下，你讲虫的色体一般以上纯的颜色啊，这个太夸张了啦！这根本大米就不一定本虫的色体嘞。没办法，友善土地耕作就是这样子啊。那你教我找嘛，因为我已经看不出那个人可以吃的了。这个我示范一下哈。你来搞点挑。本太也可以哈。好啊。这个你看，这是田野的菜雕，人家有那个纸雕，这是天然的菜雕，全部都本虫的色膏哎，因为要跟某些有哎，对不对？全部碰着的。不是，就算本虫的色膏，可是其实对人也是懂后人的。对，跟人体完全没有关系。对。你看，大家摘个菜哈，大家是来送到个老人日托，然后给他中午当供食用的这样子。五福談協會除了希望推廣菜地產業升級，未解決了峨眉人口老化嘅問題，照顧生期嘅老人家，減少大單身窮苦，提出托老辦嘅想法，希望生期做得變做老人家有把握嘅天醫照顧卡。看到自古媽媽當地嘅準備當中，來啲老記到大嘴攰係。哇，太子呀，黑馬干嘅。竹荚魚，竹荚魚哦，對，而且我看到佢們準備嘅菜色東澎派誒，哎呀，有好豐盛有客家小炒，還有那個真的這個掛菜雞呀。像泰國剛剛講嘅倒閉哦，你知道老人日托中心，那倒閉平常時會做乜嘅？平常啊，就老人家給他們上課啊，因為年輕人都去上班，然後就給老人家在這裡用他一起來上，還可以上課。對。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課程啊，當你都有，對啊，這麼棒，還可以有的好吃的，是啊，中午還供應一餐給他們吃，這樣子。那像來到這邊的阿姨叔叔們，都是志工嗎？對，真的哦。對啊，然後有些我們的青菜是阿婆他們自己種，然後送給我們吃的。都會福區呢，自家種誒。可是你沒有講客家話，你會在地裡嗎？我不是，我住瓊林。住到瓊林嘅倒邊？對，然後每天開車來這裡。那你怎麼那麼願意？因為我覺得我做得很快樂。真的，幫助人很快樂。對啊，我一開始是來這裡做多元，然後每天都到老人家裡去幫他們量血壓。後來就越做越多。對，越做越多，然後就變成每天在這邊照顧他們。以前是1個禮拜去看他2次，對啊，現在就變成每天陪着他們這樣，我覺得我照顧這些老人家我很開心，然後把他們當家人。而且當一批在家的會有感情呢。當然有啊，所以我一直離不開他們。然後還要炒配料，吃鹹的、乾的。鹹誒，你講要黑客家村啊，很真金芒是糖豆哎，這些就是你養的鴨對不對？哎，好漂亮哦！哎，鴨都已經出了洋醬耶。哎呀。一起。
平常时为了要到毕业做乜嘅事情？唱歌啊，唱歌，你会唱歌吗？做运动啊，做运动，早上有做运动，係啊，还有乜嘅？做氣功啊，唱家下嘅氣功啊，嗯，有快樂冇嚟咧？有喎，真嘅，人家全部當得人下，你去咁咩懂得影對響？愛當哦，真嘅，誒，那個係我好朋友，我搭搭都係愛好朋友。但可能是以台灣咯。係啊，我去東海喎，去台灣還會睇啊，是啊，我做其實台灣咁樣睇，你行到去睇嗬。係啊，我行我睇到。你要魚嗎？啊，給你一隻。那是什麼？加菜嗎？嘿，給你配飯啊。給我配飯。對。這什麼？魚。哦，你做的嗎？對，是我做的。你這邊啊？對，哇！來，一人一隻哦，下午加菜哦。啊，所以給大家加菜咯。對呀。啊，你有在這裡搞泰嘎粥嗎？泰嘎做唔會做？泰嘎乜你會做了嘅？泰嘎做唔會做？老師有搞。這裡是我們的大家庭一樣。嗯，講你特別聰明㗎。甜筒。真的。泰嘎好細緻呀。嗯。原來唔得。你有冇想講來呀？特別做志工誒？當初是哈看到這個阿妹妹啲生意都唔好，所以想講其他人有啊，窮下對你有盼，唔會胡思亂想。嗯哼，過來唔就過來，看下天數啊。按到當到按熱心熱心誒，年輕人啊全部退休，真嘅。所以看到沒是不是想得亂？懂感通啊。人家以前講教學相長，其實我學他們的比較多。真的。當到東西人睇我們啲嘢，全部啲。了解走人走事的道理，很強嘅運動，可能大家身體當健康，運到運動，小用越來越多，唔知有什麼狀況一樣，天天睇下強下笑。用粥盤來為老人家帶來快樂和心安，用愛心報順我們最溫暖嘅人情。記得嘅面蛋糕表現出來嘅笑容，未照講嘅我嘅心肝。第二位，我看到嘅人性清好嘅光輝和美麗。托老闆除咗天數照顧老人家，強減社區居民嘅距離，還較希望大家來關心老化嘅問題，延續農村嘅生命力。沙丁聽聽我轉到傳統，鄉下來啲學做料理了。沙丁好了，我來講下做料理嘅呢，就係亞道味嘅太廚龐太子。麻煩你了。唔係，之前我老講下做下可能準備下乜嘅？你係冇啊？哦，我做乜嘅咧？做嘅筍盤子。筍盤呢？五葉五要跟它蒸熟。你先問睇下看一下，你個已經蒸好誒，等我先攞佢煮麵啦。係煮麵啦。而家種多啲麵呢？其實你有都有顆粒嘅，也好吃是不是？要落下個麵粉落去嗎？係。哦。睇住今日嘅筍盤嘅咁樣係很用我來啊！有啲人講係客家料理，你係一隻大姐講嘅啦。以前的那個筍盤，你講嘅掉咧，筍錢咧啊！係嘅，其實樣嘅圓形嘛，東岸要我少要隻空。啊，先看用嚟做好嘅，因為下對頭都有行啊，唔清楚，都帶起埋嘅筍盤呢。好，你下睇住見到係注意都差唔多，麵做一團就麵團用嘅咧。下下來就攞佢分切了，攞佢塑形了。對，就先把它揉一揉。先攞佢切咗用重重一團，然後來分切，對不對？對。哎呦，有些種你還做不會演嘿，真的。對，然後我們就把它這樣搓。像蘿蔔眼咁樣。中間捏一下。哎，最好誒。哦。那最後我弄好過後，可以燙過，燙過，就好哎，真的可愛。還要炒配料，吃鹹的、乾的。鹹咩？你講要喺客家村啊，係真見聞食糖豆誒，食就冇食過。筍盤子，聽講係啲廣東太埔來嘅傳統客家菜，代表團團圓圓。老母嘅煮熟過後，加入蒜苗、蝦米也豆來煸香，沙丁加入狗肉，向下來炒，
冲过来嘅咸香，做得认真系客家饮食嘅景点么？好，家太子人俩，我来做乜嘅料理咧？荆棘鸡肉丸，哦，记得落到鸡肉底度去，嘿，老了给的哈，切碎，呵呵，其他地板切到嘿一丁一丁的好哈，瓜皮落去哦，嘿，会不会太酸？唔我望我试看下哦。好，大肠是种好吃诶，看边用鸡肉底度一定会有冇 Q 我的米头。你记了切好，安尼会落来，好，好，杀下来就要搅搅喽。嘿，搅搅啊，好，这个俺一个人就做老你天数嘞。好，这个。优雅嘅哦，你系我哋嘅芭乐树啊，哈，枯枝取下来的，嘿，擂茶的擂棍咩用芭乐树较多。好，然后我们就要给它给的味道哈，要给浓出来。我发现啊，家的峨眉人真的是都非常爱家嘅故乡。你看，就连做菜的器具都会用烟囱诶，芭乐树条来用诶。一些都冇大众菜，对不对？老家用胶原了。大姐，我有个问题哦，嘿，都加飞地度，太起家都懂同心合力按钮，为了把自己的好东西分享给大家，是不是？小孩都有趁汤吃的是俩岛诶，在地的有机糙米，还有那个有机鸭蛋，青菜时光该都阿公阿婆他们种的，他们就会拿过来。还都菜梯引起蜜董虫，对不对？对。太子发挥家嘅考试，老料理结合菜地小农用心种出来嘅作物，做出本人食到安心、抗健嘅好料理，减少身体嘅负担。本传统客家菜，行卡合乎现代人嘅口味，继续传承飘香。哇哦，太过太气，根本人家传饭啦！你看，椰酒、蒸牛，还有走马、煎卵、猪脚。当像公年我准备家用的呢。係啊。哎呀，當天貨。錯啊，迄你是愛本面學來食盤哦，同全部卡用安尼。也嘅係，也嘅金棘雞肉丸。哎呦，望食到嘅嘅甜吉嘅香味就非常嘅濃呢。上杯落嘅啊壽司係乜㗎？係嘅一種那個洛神花醬。真勁哦！記得米頭啊，然後雞肉搭到嘟嘟好以外，上半日嘅壽司呢，有些酸甜的味是，重點係你看一下，那個雞肉嘅部分啊，因為呢，剛開見到佢吹到冬面呢，係都咬嘅時間，一下嘛落去雞肉就化開了。那個鹹雞啦，加落去切到有油的一點，有點像丁狀，所以咬到清杯後呢，係食到嘅雞的皮嘅香味。有一些那種切切，還有一些果肉在裡面，這樣子。你係嗰種甜啲啦。好，上好了呢，我來挑戰兩個人，我講真嘅，我忙食糖糕，沒忙食雪糕。可是吼，家太緊都會炒個皮料，我批到個米頭，我就保證它是客家菜了。因為呢，落啲那個三層肉啊、蝦皮、香菇。落去包炒，這就是客家人包炒的時間。聽說的苗蔥客家菜，客家味道，客家味道。來，我食到你。那個味啊，裡面有鮮整個，佢說佢係用 Q 呢。行家下煎杯麵落啲那個客家比較強嘅料，放喺炒，這就吃下去了。有一些從人家食嘅味強同樣，可是裡面味有整個又加個炒。古時候嘅口感非常 Q 啊呢，當 Q 哈，當地素哈，而且佢做到那種細按照算盤子嘛，算盤嘅一隻算盤起嘅樣嘅，古時候呢一口嘟好，又食得到完整嘅那種客家嘅風味。太子嘅料理看起來當不實，實係搭鋪都做唔得青菜，攞到貴州人味嘅豬腳皮唔會呢改，皮軟嫩。健香 Q， 成牙嘅口感充滿啲在空度，掠出傳來一層嘅酒香嘅走馬鴨卵，行卡帶出嚟半熟軟黃嘅香甜。我們有得機會因緣機會，我是轉來看到呢啲下東落後，按好嘅好山好水，然後我知道我是轉來老啲屋下來整理一下。可以寫些係重新來學習嘅農事啊，所以是為做農事係嘛咧？
是啉菜，开水啉菜甜甜的。清基本的呀。啊，那其他就没啊，因为没做过嘛，所以还是讲啊，没是找来尽力来荒废的土地，再利用，没是会动打扫嘛，没万一那些个人单打独斗，这个故乡要发展，所以你来助力五福潭协会，参加农村再生的培根计划，开始做了下。就人家讲到那个五福潭协会的成立，韩干起家转来这个契机，其实有一个关键，就会盼的故乡，起家细细台所采取安用，悄悄慢咯。所以刚开始大家咪当欢喜啦，大家是开始有交往，有动热络，大家一起来做这样子，透过这个协会成立，大家有开始产生很多共识，讨论，你社区发展。包括这个生态生产、生活文化的维护保存，所以到底目前为止大家也共识当好，所以做买东西呢，一声令下，全部是会出来做公益啊。我觉得我很感动了，他们做的公益的这个心态，我觉得非常好，帮助你也老人日托啊。烹调一些食物给老人吃啊，然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样子，我觉得这我的收获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也是大家全民之福啦。好几次该日托该那样哈，然后让我很感动的是那个儿子牵着妈妈，他那个背影。你看，大3年以前付出一点点小小的心意的改变呐，做得带来几只大环境、几只乡镇乡下改变，按多人乡下嘅生命影响到安尼。所以讲係像安嘅年纪的人会转来啲诸多好点啊，因为有上因肌肉嘅经济压力，所以从两年纪的转来诸多好来达标，营造啲氛围来弥补农村的不足啦，劳力的不足啦。其中做田人嘅夢想，重整悄悄嘅老化嘅農村，也得有啲嘅年紀嘅中年人，還係當有熱情，為了公共事務實忙打拼，用汗水流羅土來灌溉也得落地當前嘅夢想。看起來當我，實係非常有意義，因為一切都係為了掠得心愛嘅土地。五福潭嘅故還忙講述咯。沙甸來嚟拜訪那我一個有心人。展哥，你做什麼事？我來咧。哇，呀，都無係嘛該？要餵鴨嘅。呀，我餵鴨未啊？劉生展太高，菜地行業，自細老阿爸天數思田，對糯米有濃沉嘅情感。後生時節，對外種打拼嘅幾下年。30歲過後，決定我轉到家鄉，實行夾暗農法，堅持遊山耕種。天天太高來到田東岸，地涼風地度感受一下種下嘅蔬菜。剛沿途過來看到呀，全部呀個浪漫台山線的呀山景哦，可是沒有想到泰國竟然帶來去呀個蔬菜青鴨誒！哇！他們已經跑出來了！大哥，這些就是你養的鴨，對不對？好漂亮哦！其他都已經出來養醬耶！哇！泰哥，你老阿伯學到呀到位的哦，其他都正經當好命人，看呀都山景啊，空氣又安好。你按到位就無甜，然後阿伯學到的啊，為什麼你要把它採收下來再給他吃啊？他自己不吃就好了。因他大爽啦。我會識強到，要唔強久，要不結實，你洗走了冰個時間它長，用前面冰落嚟它很有趣的。你來看一下，哇，這個讓它已經糖到阿伯家長哎，出來了，其他的用迥哎，泰國你看，要軟崩哈，融化掉了，會還原哦。再放2個月就又在變，改變很好。你来看一下，也都已经立正站好在等大哥了。
太狗，你等下要什么口令一下去之后，让他们一起吃吗？会很几毛嘞？有人啊，头个从小有学嘅，另外想着叽，哎呢，它就会往前了。我们等下去试试看，叽，你确定？鸭子不是鸭吗？没让人啦。好，我们好了，你看到，叽，来哦！哎，全部就过来嘞。它会害怕，有一点担心。唔动呀，都其實唔係。叽。太狗像鸭條阿伯希望嘅品種呀？呢係兔嗓吼，呢兔嗓係呢反鴨嘅老田鴨嘛，雜交出來鴨種。哦。其實它唔強硬啊，所以講呢鴨嘅它適合做田豆度嘅田間管理嘅鴨啦。佢負責種鴨田啊？唔種鴨田，負責收錯然食福州螺。最主要係食福州螺啦，因為台灣嘅福州螺種嚴重嘅。唔單唔看到我哋田豆度種冇干那福州螺，係是很來啦。糖講啊，一開始按鈕說你啊，我們現在懂流行按鈕倒尖壓是你開始做的嘛，對不對？你一開始做嘛想講按鈕呢？因為你從細是有做農舍，加咩有學鴨嘅田豆度啦。田豆度嗰啲，假是講冇可按嘅數量，或者大家出記者大家不卡自家聲音啦，係啦。按人多陣限起工作量限起按多啦，按表鴨不落去同按你收錯，按你是唔是用按同原的啦？哦，頭擺還用來收錯哎，呀，而且鴨的聲音好害羞哦，懂講聲哎。我想說，我今天特地穿的跟他們一樣了，沒想到還是沒有辦法融入他們。向阿伯老中部嘅同時進行嘅夾鴨農法。無使用農藥老化好皮，本人老土地和諧共用，發展永續經營。就算你下係休耕時節，還係有當道嘅農事，但像係拍草，就不愛感受到馬家人做旱地無下土嘅辛苦。哇，可是太哥，你平常時收錯？你阿爺呢按法，就按用定嘢按用定。係啊，因為我做有機嘅方面，所以本人冇插錯槍度，插錯槍度還是拿嚟打佢。不過講真嘅，唔做嘛想講會轉做有機。因為我爸條個咩做一般嘅人種法咧，就其實當愛用藥嘅啦。有時個叫你藥唔着槍係作水所做咧，要冇。哦，會接觸到對對對。用燒孔燒，然後打赤腳落去田豆度。做有機當做嘅想法是有做個做。但是當我11、6歲個，我呢個朋友講，冇人嚟賣空氣賺錢啦。賣空氣？係啊。你用買賣空氣？空氣你看呀，種到啊，無形的啊。無形唔係咯，你下樣低啦 ，PM 2.5按嚴重。哦，你下樣經常做賣空氣嘅。所以講頭個我就想法是講，我就唔用藥嘅，唔用乜嘅。保護了的土地用掉下去有生存的，本下的台有工作來說，單純係相反的呢。所以講，按人到了下來講，我們現在還在推廣啦，所以講還在推廣講唔用藥嘅呢東西，對人體有傷嘅東西，我哋盡量唔用嚟。認真對不卡人嘅心想，留對土地嘅真相，就算轉做有機係一條當長嘅路。佢還係當結節嘅開起呀嘅使命，醫療環境盡一份心力，希望自家係點錯貨嘅人，喺大日頭下表現出港中人嘅驕傲。哇，太哥，讓他已經糖到阿伯腳上哎！等一下，因為我們人有點多，他現在叫是因為很凍僵，係咪？係凍僵啦。亂鴨做嘛較細隻啊？哦，佢係體型上嘅呢。好啊。太哥，講嗰條阿伯啊，本佢按緊張嘅，食材要講排泄，可是佢講係呀，人家壓落嚟吧，做得冇？做得啦，你要行出去我不其實才能做出去啦。真嘅嗎？好，冇人，你先出嚟看下，看佢會出來嘛吼。快出來嗎？會。出來了！呀，都用腳嘅呢，太哥，你看。
好咧，哈种酸啊，本下就压的，顺利的水去搞的。我们现在这牛梨娘要的压乱的，来哩。而且奶油拜天哦，他们是上任的时间会集体下在同一个地方。哦。一只上太阳湾，一只入山的。会排队这样子。会应班，有一家人一家位数上啦。好啦，既然黏到也嘅乱，一定要来本看哦，门看哪用的托乱，几张係好嘅，我用嚟寫。有它墙皮的表示講，係啊，它牆皮了它盖，变成佢个盖子唔拉足啲咧，會較胖。盖子啊高嘿，盖子，因我不该亂學係用盖子去做嘅嘛，係安樣啦。食料有差啦。哦，食個料有差。有啊，食料冇咁多。有含钙质的东西，有其他多含钙质的东西，因为它冇同样的，它盆乱学它盆啊，都乱学它泡啊。它黄的就会它泡的啊。除了那做有机鸭蛋的生产，就会规定啊，一定要吃有机的东西啊，让有办法拿到有机鸭蛋的认证。因为一开始在农田刚开始係轉型期嘅東西，要做得比蝕60%嘅啦。還有20%我會買有機嘅純有機嘅東西俾佢，就一年較艱苦啦。一家農場啊，就做嘅是循環性農場啦，即間東西咩俾佢，佢同手按槍門看到啊。這已經全部光禿禿嘅呀，應該沒有人啊。燒路都沒冇啦，同埋做啊俾其他好就唔會過分啦。如果上個好喺內本就食。農場制度嘅無減壓，係整個對實現有機工廠制度最好嘅盤。用手唔單止係講聽，係入去手嘅設計去做，就算我經過嚴條嘅拓展，將做得本人認真做有機，堅持嘅想法確實冇人改，故所我行卡感謝認可得到嘅成績咯。好，兩下咧，我嘅阿倫飲咗來，我請泰國嘅伴娘太子哦，嚟講我係做樣嘅做鹹阿倫。好。第一步我看你先攞佢出槍來啊！出槍來，我其實覺得它蛋本身就好乾淨。有濃紅吼，濃紅唔俾乾爽誒。等下卵吼冇水蛇吼，用cái擦拭的。等下你準備，你等下我們按到乾嘛，你是用乾來做環保酵素。你一啲啲環保酵素到水道滴落，你等下是木誒出走來，喉嚨講阿能爸爸毛旁。所以它是用毛細孔去呼吸的哦。於是呢，我們就要開始分類大小顆，有不同的用途。所以你看，人家啲鹹卵吼，中等的大小的，人家全部用下。豆絲差不多該洗嘅時候，全部是用下。臭。那小的是這邊的，是不是？從那寫家係留嚟做烘焙用。那種台家嘅哈賣相啊好，那你是零售。是買的一樣意思。大姐，做乜嘅鹹卵啊？用那個鴨卵來做較多咧？鴨卵的殼啊，盤。那第一年的鴨子，它們比較健康，生出來的蛋殼比較厚，通常都做成加工式，做成皮蛋。第二年的鴨蛋殼比較薄了，於是就退回做鹹鴨蛋。等下係兩母好咧哈。你前一按不透，煮嘅鹽水，哈，不浪開以後。再經過一次的消毒殺菌，然後再把它放在這裡面來。可是太姐，我做過200啊嘅鹹卵，可是都係用嘅鳳奶啊、老丁嘅鹽啊，不一樣用去滷啊。咁咪種方式啦。咁嗰啲蝦然後肚時然後大家都冇慳，那轉咗又要寫過又要買個所以你等下用兩下方式。煮好來，倒來呢出火先去燒來，像比較那種嘢，切的是做得細的。哎呀，就得1整夜的時間。好記得哦，記得今年幾時做的哦。係啊，冇閒去炒豆豉哦，炒過一整夜以後，那卵黃融化掉了，會還原哦。如果再放2個月就又在變，改變冇好了呀。真的。你卵黃你鹹卵是需要該。蛋黃香氣，對不對？對啊。可是太姐，你去家沒本地人，對不對？加過來嘿。可是人家家法講都懂好誒。加過來當然恁加過來兩片老公婆向下帶，又生意呢又做生意，乜嘢咪要學啊？我覺得在鄉下真的學到就是煮長了。講法度完全冇講到辛苦，因為做得做就係幸福。
对台北加到峨眉嘅皇太子，点都更加享受乡村嘅文化。對佢來講，田園生活萬那嘢都係豐富，做得有頭前嘅一切，佢已經知道地主幸福咧。家下一個鹹鴨卵已經學做會嘅，你下嚟我帶啲嘢嘅家下飲咗來呀黐黐嘅鴨卵，聽講都有道味啊，還有一個當會做糕餅嘅牛年咯。看呐，我帶啲嘢嘅來你前邊，做得變出乜嘅好些東西來，你看呐，已經都冇係了。Hello， 師傅你好，哇！頭生意最好誒。它是已经标准化中年呗，大家都通用它吧？我觉得啊，你这个可以当把妹神器耶，里面你做的这个干妹都可以浆出来呀个呀，不干妹，当到呀个酥皮里面，非常的黏黏。你都有香呢，你几多年次啊81年次。做啲啊，喊你咪每人有問題哦。我準備無限嘛，家咧。等下你要做桶干米酥，你还有内馅桶干饼。桶干，而且是米酥哎。哎，可是我對下個懂好奇哦，有很多嘢，有好多桶干餅係冇？嘿，做的什麼？做的。哇哦，很香哦。马开妹。哦，不敢。是真好食。不敢呢。有看到杯啊個糯米啊，路烘凍到啊，用嘅桶干都會做。800多公頃的桶干。真的，嗰陣農民朋友摘下來過後，為了加工做用桶干餅。嘿，下倒的時節有啲是要拿來做，用冰下球，冰冷凍的冰下球刀。按用做過後呢，佢變到做的使用的範圍又行較多誒，哈。嘿，自家屋卡種米，啊兩片桶干凍豆。各位爸爸優秀。有鴨卵，嘿，真的，全部都會不卡自家種誒。可是你做馬上會做下個桶干米酥咧？本身塗食品啊，購種的時節是塗食品的，啊用轉來老不卡的東西，老家鄉的東西，想會做一個結合，嘗試也做了2-3年的，取一個結合，可能有新的火花出來啊，用研做。用就本一個傳統的產業吧，幫它加值了。對，而且你又結合呀，全部會菜地的東西，來講呀後生人的故事這樣子。學食品口好嘅療業，結合嘅菜地農產，研發出桶干米酥，為當年賣無按好嘅家妹創造出新嘅價值。冇落到一個餅皮嘅製作過程，可以來按簡單哦。這樣時療業是係用嘅當道嘅心思，吃嘅一擺又一擺，將留一下嘟嘟好嘅飯米比例。一個餅皮嘅部分，通過攞一個米粉落去，米粉，做乜嘢？唔用傳統嘅麵粉就好嘅咧？因為我哋自家種米嘛，另外一個是台灣本來是純米為首啊，一開始時節麵粉、撈米粉就是沒差咁多，兩個的特性沒取了青豆白，做2-3年才稍微比較符合大家的口味。你吃一種糕餅，你就會吃2-3年，非常用心誒。好，今日下做得來吃塊你會飽嗎？做得，那一隻起來稍微壓扁，撈爆脆爆強用。你下家人兩人都唔難，人家講。青菜頭上一最好誒。它是已經標準化中年呗，大家都用它吧。然後皮跟內餡不要有空隙。可是啊，我有發現，你看是不是因為係用米粉的關係，故所佢較不愛用米塊？比例的部分通啊，該都
可以减少的全部减嘛少掉了。不过你做起来就会较困难呢。我你做了嘛希望讲大家莫被食面粉食品的时间，不过你做得食了来支持我你自家的米产业。真嘅。你们一个出发点，一个想法。刘颖宽，你阿后上84年次哎，有没有想过只是回来尝试看看而已，还是真的会走下去？还是会想回来，还没想转这个佛卡来。从小是地佛卡老阿婆土台的。哦，老婆感情其实都老阿婆好玩感情都好，当日上班转佛卡还会难记一下。啊，会不会觉得说爸爸妈妈按辛苦？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自己做别的事业，让爸爸妈妈们按辛苦？没有啦，因为学生了嘛，看到大家在莫被聊冲果啊、逛街啊、买有的冇的做酱，冇像啊你的天条图牡丹垃垃圾圾的，没有想过啦。不过对人来讲，那啲东西钱买到嘛。老爸爸、老妈妈、老阿婆的感情买唔到啊。搭下一下後生人追求嘅起頭茶法。老母卡人嘅情感，就是留意最大嘅財富。後生悠悠嘅佢，用其學到嘅為菜地小農尋到行銷出路，希望菜地食材早啲提供俾大家。推廣家鄉嘅演技，就像地配上地度嘅秘書，悄悄嘅形成供養。好，今日无限的闺女咧哦，总算做得丑好的吃饭。天片今日暗人吃这一餐饭呢，感觉天片的小浓那的。那先来吃两个好不好？开狗煮哎，没想到大哥厨艺也很好哎。冇啦，我刚个人都煮出来时间，有架势。来来吃这口呢。阿娘讲唔会煮出来，很好吃啊。张色拉肉最高好啊。家下嘅含鸭卵嘅香味，规在老鸭嘅杏鲍菇包底，而且呢，杏鲍菇佢超过过后，给它水分散出来，落地鸭嘅卵黄嘅香味，真係濃淡啲。而且大哥剛剛落去炒干哈，把那個含卵嘅鴨卵黃，老鴨嘅卵腸嘅部分用下炒，古時呢佢食起來呢，唔是調味，專用鹹，係杜好嘅味道，唔會用鹹嘅。最後面呢，再過落一些鴨嘅蔥巴來提香。这个很下饭哦，不过还是要讲一下，大姐，你做这个咸鸭蛋，真的是好好吃哦。我们的鸭子不吃饲料，所以我的鸭蛋就不会有臭腥味，所以食物原吃它的原味，什么料理都好吃。好，风干米酥，要跟俺吃团奶。我觉得啊，你这个可以当把妹神器耶。为什么？因为女生的董浩是按钮会高点，可是呢，你把这外面的皮做的是酥脆之外，它又不会油腻。古手吃下去真嘅係無負擔，食落去食到牙滿滿嘅用心都喺度哦。而且重點是酥皮跟外面賣的不一樣，因為它加嘅卵香貼片呢，重點係裡面你做的這個乾妹都可以煎出來呀，嘅啊，覆乾妹都都喺個酥皮裡面非常的黏密。而且啊，都给往里熟了比高的发，这个更耐吃，因为它有肉皮东西。比如说你一扎顺的一扎食下去，唔會吃到咁凍呢個人。我解是有皮啊，本經食到是啲無有皮哦，冇強用，係故意挑絲那種啊，跳母下浮掉，本佢就留一啲母浮母。而且這種覆感妹咪都會俾你。客家人啲民族蛋糕嘅申請。切推做唔得缺少澎湃嘅肉，太過嘅肉鴨，食起來肉油軟軟，完全唔會膩改。老泡菜搭皮球下，行卡沾到，唔單止係熟悉嘅家鄉味，泡菜嘅爽感，行卡帶出嚟肉嘅鮮甜。當然凍感想誒，家娘搭擺，媽媽講嘅話，哦，安尼糖落哦。懂你心啊，吼，懂哦，妈妈懂有智慧啊，吼，懂传统的客家妇女，所以讲都俩强用啊，不卡哦，这么和乐，你就希望说俩种 follow 的那种气氛能够传承下去，俩最重要的家庭的一个爱感觉在啦。好在记啊，有样。有羡慕記，你有老記羨慕，沒老有咩我老記羨慕，人本人羨慕記，我羨慕啊本人啊有啊。當然都有老記羨慕。有啊，
梦想嘛是羡慕的。那有阵来的时间，爸爸给用时没想讲，我有一些笑嘛，没笑。啊，还买不透我不用。直接切入正题，是不是？我啦，唔再来，迄几一家客厅啦。啊，从我讲啊，佢骨中间也是讲，一家去深米，去兴起等来，你做嘛些，你做嘛条路，你一家就上好了。吼，莫阿爸讲嘛，你心嘛阿爸没心机，没忘记，你自家做嘛个，你自家去慢慢的想，想好了，然后同爸爸讲，爸爸也可以同伊分析，我没强阿爸啦。懂开面呢？系想法，还是系想法。讲叫咗来，佢家自由啦，要咩佢家决定。小易其实行度红应该也是老爸爸当成一个是你心里面的英雄一样在崇拜，对不对？有啦。你们做跟我们家做懂的事情，我想到爸爸给老教我们的法门呢。那睇嗰個突出的時間，係想，不管要做什麼啦，主要係喺做啲全部卡咁樣。後來大學我畢業咧，我慢慢要啲去意想嘅進來啦。哦，明示加暗示，有那種講哦，不開門那種大開門。不過係最重要係佢講嘅啦，我想好自家學物嘅，自家去做物嘅，咁盡量讓大家讓貴婦客人做到快樂。你說阿娘看見爸爸媽媽阿娘辛苦做下來，佢就教俾你接觸到最重要的，佢要傳俾你係乜嘅精神？快樂吧，快樂。貴婦客快樂，自家快樂，全部人是快樂，環境是快樂。地球滿各種聲音行岔路嘅一下，做到簡單嘅想法，其實冇人改。根本日老爺義務客人相處嘅高長度，係同樣要會記到單純嘅快樂，行家對心度紅來嘅地足幸福，看聽佢阿到舒服土地嘅心意，老留意無助地度嘅健聽，本愛行家相信，總有一日生命老法律為啲我們繼續成長。一群對故鄉有熱情嘅人，也就透過社區嘅參與來表達對土地嘅關懷。未必也為嘅人，留下對土地帶來嘅新嘅生命力。你就像黃太高兩公婆，也就對待別人，就像對待自家人同樣，用料理連結嘅身體都分作，讓人分享最平凡嘅美好時光。另外，整個義務客人，自家做自家食。用地足快樂嘅人生態度，我想呢就係最真實嘅幸福咧。我記得咯，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燃燒。下晝好面試，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日春雨水講人間，江浙調重現，春風過去長命道，後面愛靠。谷雨天，烈下小馬唔下線，夢中淚雨風思念。西瓜青甜，望你望太初不念，苦漸漸。日秋處暑甜幾年，年年人團圓。日東小雪十半夜，四季輪迴又一年。